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看，这是过年后牵出来的乱象。道理台78线虎尾交流道的边啊，红蛋一大堆的衫裤，敢若一座的小山轮同款，甚至是坐架共占用1/3的大路。清洁队讲，进前嘛捌有同款的状况，因已经清过几啊届路，但是过无偌久，就阁有人摕来遮拼。交通队讲，这已经影响到交通了，那抓到人就要开单，而且嘛考虑要伫现场来安这个监视器。5月14日3顿有够侪袂输一粒山同款，这出现伫虎尾交流道边啊，量坐甲占超了车路的1/3。说过年前迄无偌久嘛才清了呢，啊，即摆过安尼。照理回说，爱好的可能进去哦，啊歹的就拢总车来遮拼。路友讲，这衫裤有时过含这笨顺的四季乌白飞，飞去边的田园内面。这容易有够艰苦，要做事进前爱先扣衫、扣粪扫。清洁队嘛是拼了，搁再拼，因讲这已经毋是头一摆啊，大概若拼煞，赶快有人会车衫裤来倒。去年我们就接获大概4到5件，我们会架设移动式监视器，如果抓到，依废清法开罚，1200到6000。这衫裤毋若歹看嘛，影响交通，清洁队要设监视器来阻止这款现象。警方讲，这衫裤乌白蛋占着道路，阻碍着交通。若抓到这个乌白蛋衫裤的人，会甲罚上悬2400块。